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新闻捌讲过，有人光叫唔光叫，管人新娘唔放尿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家己代志唔处理好势，煞颠倒咧管别人的婴仔代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光叫的光，读光第一条。光的意思就是超过2个人以上，用肩胛头甲叫夹起来，像咱讲光叫。另外，古早嘛有光观察，另外光新名这练叫，古早讲是光练，也有轿夫，古早讲是光叫的。2个人一组光物件的工人，古早讲是光工。有一句话讲，光叫化艰苦，坐叫嘛化艰苦，意思就是互相合作咧做代志，互相拢感觉足艰苦。这里文音读做光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头前讲到的光叫，会当讲是2个人以上做伙甲叫光夹伫咧肩胛头，甲叫夹起来刷叮当。买当比如做选举的时，替候选人来做代志，扣票来争取支持。第二个词读做光果，这是光影神的舞台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大家若是有新明星，有新名绕境足闹热，有艺过车，有光果，嘛有叫板光叫文章，嘛有真侪人会小坐来软叫卡，气氛呛呛滚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光，这是读白音；另外本音读做光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